近期在网络相当火红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，曾经是美国保养品公司的 CEO， 不过为了家人卖掉公司回到台湾，本来只是想单纯的在网络上分享育儿经，没想到因为她太冷静的分析，再加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表情，成为她的招牌，也吸引近100万粉丝订阅，甚至还有不少大明星也争相合体，成为至今订阅人数最多的科普型 YouTuber。记者 vs 理科太太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们平静一点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简单开场白，走冷静路线的理科太太，一开口让人印象深刻。YouTuber 理科太太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坦言私下只追求平静，但理科太太还是有喜怒哀乐。记者 vs 理科太太，喜怒哀乐好像还真的看不出情绪，而理科太太爆红的原因是透过理性分析，把抽象情感体验变成文字和影片。有一种烧叫做阿嬷觉得烧，与其说一孕傻3年，准确的说应该是2年。记者 vs 理科太太，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关于你的绰号吗？像是书呆子，听过，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，还有 CEO 以前创业的时候，网红还有天才亲戚，就是现在在做理科太太。那你知道集邮达人吗？为什么？理科太太 vs 黄子佼，我旁边坐了一位大人物，黄子佼先生。理科太太 vs 蔡康永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理科太太 vs 蔡依林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成为 YouTuber 半年多，理科太太的冷静分析，不做作的讲道理，让她至今吸粉破83万人订阅，大明星也纷纷跟她合体 ，Selina、Ella、蔡依林、蔡康永、许茹芸、黄子佼、Melody 等都是，而理科太太也是台湾订阅人次最高的科普型 YouTuber。YouTuber 理科太太，我觉得我的频道的核心就是带给人家一点点的小知识跟欢乐，这是对我来讲的核心，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拍一些好笑的东西，它不完全是科普。当年为了家人卖掉美国的公司，回到台湾，本只是想单纯分享育儿经，但和 YouTuber 大力的脑力之战，瞬间增粉6000人，而没几个月粉丝就破30万人。YouTuber 理科太太，我也当了妈妈了，31岁了，我现在不是，我可能以后没机会，试了一个转机。理科太太看到时机，决定全心投入，要让自己的过往点滴和理性分析，帮助粉丝解决上的大小难题。